朋友欢迎收看今日9月3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一开始，咱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11月份的举行。今仔日头一场的辩论伫即马台湾时间9点的举行，辩论的时间有1点半钟。川普甲伊的对手拜登正面对下，咱来看辩论开始进前两边的准备。 美国总统川普自高度华府出发，竞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嘛拄德拉瓦州出发，两个人会伫咧美东时间2到暗时9点，也就是台北时间30日早起9点，伫咧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开始大选的第一场辩论。川普去互媒体逼消息讲，10多年来无纳税，伊皆是辩论的话题。 拜登伫咧辩论会进前公布去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而且指出22年以来纳税记录都是公开的。甲伊搭配后金利嘛公布15年的纳税记录。总统川普甲夫人出发甲到位的时阵，拢干那甲支持者握手，并无甲媒体来讲话。辩论会会由福斯新闻主播克里斯·华勒斯来主持，时间是90分钟。现任共和党总统川普会甲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正面对决。 I am looking very forward to today. Thank you. 主办单位总统辩论委员会公布6大主题，分别是拜登甲川普过去以来记录、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争议、新冠疫情、美国经济、种族歧视甲暴力问题，还有选举完整性。 Got in there because Sleepy Joe couldn't handle it anymore. Kim Jong-un doesn't know about the problems that Joe has. We need very sharp people. I'm sorry, Joe is not qualified for this position. 74岁川普真侪改支持77岁拜登无适合总统的职务，都要替伊号一个瞌睡潮的小名，甚至是要求拜登辩论进前要接受药物检测，讲话真险。He knew how dangerous it was. And while this deadly disease ripped through our nation, he failed to do his job on purpose. It was a life and death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拜登竞选以来一直针对川普疫情处理甲无好，造成美国财政真严重，民生环境无好，而且用公话来称呼真少伫咧公开挂嘴暗防疫的川普。两个人一直透过媒体来对骂，对选战倒打时间，总算有机会共台对下。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对1960年开始，迄当阵民主党的甘乃迪可能认为做，因为伫咧银幕头前看起来较迷人，比共和党的尼克森表现较好，落尾就选赢。 来看4年前2016年大选的3场辩论会，迄当阵川普甲希拉蕊是战甲热扑扑，每一场平均拢吸引7400万人来收看。川普伫会场顶悬行来行去，伫咧希拉蕊镜头后壁拢会当看到伊，互人印象真深。This has been billed as one of the most anticipated general election debates in the history of presidential campaign. 因应疫情，即届辩论两个候选人甲主持人拢未握手，毋过伊嘛未挂嘴暗。 第2场辩论预定伫10月15伫迈阿密，上尾一场是预定伫咧10月22伫咧田纳西州纳西维尔来举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咱国来关心嘉义的健保街一栋大楼，昨暗8点发生起爆，地点伫9楼，威力真大，连冷气拢飞出去。好佳在迄个时阵，车路无车嘛无过路人，有一个40通会的查甫人送上病院，目前也有性命危险。啊，若起爆的原因等待调查。 会当看到火拄头门边烧出来，互人看甲心惊惊。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到现场赶紧游水线、分推车来抢救。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首先是先进行抢救嘛。那另外一面就是疏散其余的一些民众，包括他直上层的一些10楼、11楼、12楼的民众。那有一部分是疏散到顶楼。 连续几啊届起爆真大声，互附近民众惊到要死。再来看一届，迄当阵意外发生时阵的监视器画面，爆炸威力真大，楼顶的冷气甲头门孔全部拢飞出来，落来路面。伫楼骹巷外厝边拢惊到，好佳在无人经过。嘉义保健街一栋主体高楼向发生起爆的意外，迄当阵伫咧厝内40多岁适龄的查甫人，规身躯真侪所在烧烫伤，随后送去病院急救，目前也有性命危险。根据附近厝边的讲法，适龄的查甫人日时都有受袂开的想法。毋过消防局甲确认讲，敢是共一个人。 在9点多的时候就抢救到1名伤患了，他是意识有清楚，但是有烧伤的一个情形，立即把他带下来送医。他们说早上就有事，只是没有到。晚上就发生了。
消防局伫咧暗时9点17分甲火拍花，初步调查现场无找到加速桶还是汽油桶，无排除讲是因为天然气来导火。起爆的原因还佫等待这一步甲加速公司确认了后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东的外海，对昨饭店开始日头发生地动，上无已经甲当有10摆，其中规模上大的5以上的地动有2摆。地动测报中心是表示讲，未来1礼拜也有可能会出现地动尾，也毋过应该袂造成损害，所以民众毋免紧张。位于大卖场的监视器会当看到有淡薄仔咧摇，也毋过无物件落落来。自日到透早3点外开始，地动伫6点钟之内未就发生7个地动。担心了，因为住公寓嘛，担心了，有点多，跟之前比起来。哦，真的、心里会不会毛毛的？就不会，它是正常现象。对地动连续发生，民众有无同款的看法。根据地动测报来看，自早起3点5分开始，到早起9点14分，陆续出现7摆地动，而且下昼1点过了后，佫发生2摆地动。等于一天有9摆地动，其中也有2摆地动，规模超过5，非常罕见。20年来，规模超过3以上，总共只有123次。那规模超过4以上，只有26次。规模超过5，只有2次，都发生在今天。它不像我们在花莲、台东这边2个板块已经挤在一起了，它这边还没有挤在一起，所以它有点分开，所以中间它这边就有2个大的断层在那边，有时候后面还会更大的，这当然一般要注意的。不过因为它在海域里面啊，所以基本上它造成的陆地上的震度啊，其实没有那么大。有学者指出，这摆地动的发生区域大部分是位于中央山脉断层甲绿岛南苏断层。也毋过整体来看，这个地区以往发生的地动规模拢无大。地动预测中心有估，未来1礼拜可能也佫会规模超过4以上的余震。以这个地区来看，地动发生并无真济，无啥可能会造成重大灾害，民众毋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风又搁增强，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东北风增强，天气有变化。另外，华南的水汽挖进咱台湾，所以伫北部、东半部、中部的山区有低渐雨，其他的所在伫今仔日是侪云。过到了后，伫南部的山区挖进山区的平地，卖落局部低渐雷阵雨。温度方面，北台湾高温降2-3度，出门爱会记咧擦衫。华东高温大约是28度到29度，中南部的高温有32度到33度，也毋过全台湾早暗拢较凉冷，各地低温只有21度到24度尔。另外，明仔载开始4天的中秋连续假期，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好天气，温度卖略略回升。今仔日因为东北风增强，伫风尾的中南部空气品质无啥好，臭氧的浓度嘛有加悬，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级数。镜头来印度，印度有一个今年才8岁的查某囡仔，伊因为这囡仔体会到气候反常甲空气污染真要紧，所以专工去各国门口口去木过头前，呼吁爱赶紧通过挽救地球气候的法案。这囡仔讲，伊别日大汉的时，伊要做太空科学家，替地球找生路。当当国际非政府环境组织绿色和平团队，伫挪威15公里长的艾斯马克布雷恩冰川顶悬考察记录，亲身看到冰川扬起崩塌的情形。伊所属的斯瓦巴德群岛，还有另外一个冰川，伫今年创下有纪录以来54年冰扬起上济纪录，这就是全球气候人士上界烦恼的情形之一。尤其对年纪愈小的气候人士来讲，要救地球需要甲时间来走标。I'm 8 years old. I'm an Indian climate activist and the founder of the child movement. Today, I'm here in front of the Parliament House to tell our Honourabl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Mr. Narendra Modi, and our MPs to pass the climate change law as soon as possible. 牵据遮物件看板，持续向议会方向行，促使警方查落来，而且驱离。伊出世伫咧印度东北边的曼尼普尔邦，从细汉就享受山顶清气的空气。面对有1900万人口，伫咧全球空气污染上界严重的城市德里，伊是无法度忍受。Children can't move out of the hom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ould be holidays for 3 days, again for 5 days, 10 days. But this is not a solution. I want to become a space scientist to make a new planet.
because our planet is dying soon. I want ever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to write a real name while writing a story. If you call me Greta of India, then you are not writing a story, you are deleting a story. 坎古加姆是全球年会上介绍的气候人士之一，不过伊就甲同年龄的囡仔同款，介意甲阿姊做伙伫咧外口佚佗甲画图。2015年伫咧电视顶看到尼泊尔地震，造成9000人死亡，因为因老爸是担任救援的职工，所以受到启发。2018年，甲因老爸去蒙古参加联合国自然灾害风险会议的时阵，是更加确定家己的使命。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当年的中秋头尾，拢是咱国内走北的高峰期。疾管署是表示讲，全国最近一个月有接到58件规定烧味感染的通报，以餐饮业、饭店、大房、校园内底上介济，创下最近3年来的新高。而且顶礼拜，咱国内门诊甲急诊因为食歹不倒去互医生看的，有11万人次。所以疾管署是提醒乡亲，中秋4天连续假期，若是要烘肉、食这卫生，一定要真注重。来看自由时报，金管会以街口投信甲合作单位做伙推出托付宝一款会当欠钱假钱的 APP， 有欺骗投资人的嫌疑，嘛有真侪欠点做理由，重罚300万。金管会嘛要求解除董事乌业家的职务。这是咱国内投信业史上上严重的处罚，严格业者表示因无法度接受，所以要提出诉愿。来看联合报，明年美国猪肉要开放进口，这是伫国内引起争议。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昨昏伫立法院接询的时是指记，行政院的是按汇报，对去年6月份了后，就无阁由行政院长苏贞昌来主持会议，问甲苏贞昌家己拢应袂出来。行政院事后是解释讲，是按汇报甲相关的机制拢有继续咧捧，每3个月会开200回。最近中国军机直透来台湾扰乱，有立委即马就质疑讲，中国一直超过海峡的中线，敢代表中国真正想要拍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是表示讲，若准中国解放军全部拢向中国东岸来集合，安尼就是有可能，不过目前看起来是无。中国国庆进前，解放军雄雄宣布28伫四大海峡公布军演，尤其沿海甲东海演习通报，显示进行实弹射击。解放军自告阁互人发现，派遣一只运8反潜机，也有空警500武警机出现伫台湾西南空域。重点的海域敏感的海域或者是西南空域，来袭扰的这个状况，我想确实是增加，我们会持续的来强化，来确保领空的安全。解放军伫台海周边军事活动引起两岸情势紧张，军机一直绕台超过海峡中线，是不是代表解放军想要武力犯台呢？泛台域内陆的部队，它后面会向前面集结。后面它内陆的部队向海岸、向东岸集结。向东岸集结是，然后那目前有没有看到？目前是没有。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攻击超过海峡中线是突发状况。台湾依然维持经常战备等级，美方传出要对台军售7项主要武力系统。严德发表示，若美方通知国会对外公布是不是卖出攻击性武器，外界也真关心。如果我们提出攻击性武器的要求，他们会出售。双方都有做调整。双方都有做调整，所以你等于说间接证实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它是在发生当中的。为反制解放军对台威胁，每年国防部预算增加，编列3668亿，占年度总预算17%，比排伫第2位的教育部加出1375亿。再加上新式战机采买特别预算290亿，整体预算将近4000亿，比去年大起11.1%，是国部会第一。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海局势较紧张，不过立法院的预算中心的报告内底是指出讲，咱台湾8年来退伍的后备军人，国防调动去接受军事训练人，竟然无超过3成。国防部是表示讲，若是以作战的需求来看，必调当然是调战力愈强的愈好。做过兵的男性，对高调的印象是坐咧听课、精装列队行进，也是练枪射击等强度较低训练。也毋过总统蔡英文宣示，改革后备战力今年汉光演习，就调回后备部队炮兵营参与实弹射击。请给予本次炮兵营动员的后备军人最热烈的掌声！阵地准备好，火炮！
最近台海情势紧张，后备战略搁变成焦点。也毋过立法院有选中心的报告指出，到去年底，退伍8年来做4个月兵的军事训练越南，会当受调分总数22.9万多人，却只有600多人捌受调，比例只有2.6%。结果志愿役后备军人46.03%，今年期义务役男的46.18%。国防部长严德发指出，以作战需求来看，高调对象希望以志愿役甲一年期义务役。现在目前编管的人数呢，是1年期的义务役比较多，那军事训练役是逐年成长。但是就我们作战需求而言，我们当然是希望战力越强的能够调招回来。另外，甲新加坡、以色列等国比，咱国的高调次数甲训练天数拢较少，也比这期后备军人训练敢是不足。未来是不是每年都训，然后每一次训的训期的增长以及这些人数的增加，我们都有规划，然后包含组织的调整跟长后将来组织能够合并，都有在这规划。适当时间我们会对外公布。假设我是22岁退伍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我23岁的时候呢？接受3次的教导，那我24岁的时候接受1次的教导，动员刚退伍的士兵的一些来作战，其实他的作战技能其实不太容易忘记。专家表示，调整咱国即卖的后备军人调训制度，才会当确保战时动员有用的兵。另外，台北市议员徐卡心顶日呼吁，应该全面调回征兵制，甚至女性也应该做兵，像以色列、挪威、瑞典、古巴甲北韩等国，男女拢爱做兵。严德发回应，外界相关的反应会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的大会总辩论已经结束啊！外交部表示讲，除了校定以外，有14个友邦拢有用书面也是发言来支持咱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体系。面对友邦的支持，外交部嘛用红不让来形容，嘛表达对友邦的感谢。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要伫纽约时间29结束。虽然这摆因为疫情改为视讯发言，不过台湾友邦除了校定以外，14个国家已经以相配合支持发言这无共款方式，表达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体系。那这14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呢，今年呢，我们又是全垒打的成绩。我们表达我们这个诚挚的这个感谢之意呢，那我们也谢谢这10个友邦在联大总辩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直言了。目前已经保留巴拉圭这10个友邦为台湾发声，贝里斯、尼加拉瓜甲瓜地马拉虽然也无轮到发言，不过已经写配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另外，进前捷克参议长韦德奇来访问台湾，外交部宣布有22项成果，其中一项就是提供华语文学奖金，予50位捷克学生。外交部处长特别强调，面对中国一直施压，捷克政界也是坚定支持台湾。那面对中国持续的这个压力我们要再次感谢捷克的政界人物，包括这个已故的科加洛前议长，以及韦德奇参议长和捷克各界的有我的人士，能够对台湾坚定的支持以及诚挚的友谊。这摆有富田中山清华等7间大学提供捷克学生奖学金，全体人员阁换最近伫捷克真红的我是台湾人 T 恤，表示台湾甲捷克真友好，了后也继续深化双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即马也咧传也咧滚价。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300多万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共款维持513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日本是超过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39万例，印度超过614万例，巴西超过474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75万例，英国超过44万例，法国超过59万例。疫情上严重的美国，一礼拜内感染人数加要1成。美国政府已经发体检的试剂予美国的各州。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嘛提供1亿2千剂的体检试剂，要予133个资源较欠缺的国家。
医疗人员无因采集检体替申请检疫嘅民众进行检查。新冠病毒疫情上大嘅重灾区美国到2月为止，全国确诊人数超过714万人，死亡超过20万人。在检测结果内底，过去一礼拜确诊31万6千人，比进前一礼拜增加10%。其中东西部嘅北卡罗来纳州增加60%，新墨西哥州嘛增加55%。后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增加各州嘅检疫试剂，防止疫情继续拖。 Today, I'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we're announcing our plan to distribute 150 million Abbott rapid point-of-care tests in the coming weeks, very, very soon. These new Abbott rapid point-of-care tests are easy to use and return results within just minutes. You'll have a result at a maximum 15 minutes. No machine is required to process them.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确诊病人已经有3340万人，死亡破100万人。真侪欠缺医疗资源的国家无法度大量的检疫。即马世卫组织宣布，要在未来6个月提供1亿2000万份的检疫试剂，予133个资源较无够的国家，协助防止疫情继续拖。 These tests provide reliable results in approximately 15 to 30 minutes. Currently, they are priced at a maximum of $5 per unit. 在欧洲国家的法国，因为连续几日间确诊拢超过1万人，累计患者超过54万人。在第二波疫情拖的速度超过预期之下，当局已经为2月开始要求巴黎酒吧不准营业超过暗时的10点。 荷兰政府嘛因为疫情严重，为2到暗时开始紧缩防疫措施，要求全国的酒吧甲餐饮业者限制入场的消费人数，暗时10点就要关店。若是有体育比赛，嘛袂当有现场的观众。另外，佮规定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佮海牙这3个感染率上悬的城市居民，在买物件的时阵爱挂喙压。若是消费者无愿意配合，商店的业者会当拒绝对方禁止。记者陈世彤整理报道。 香港的民间团体伫明仔载10月初1要发起大游行，不过香港警察并无批准。民阵的召集人是表示讲，因会继续申请，一直到成功为止。若顶礼拜3，香港学校第1阶段已经恢复上课，第3园9月29，中小学甲幼稚园嘛恢复上课。 香港民阵发起11大游行，去予警方用防疫做理由驳回，提出上诉，而且表示会当分做4个人一组，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嘛，即个讲游泳池甲骹球场等等，拢已经重新启用，是安怎袂当游行，嘛，搁去互驳回。警方表示，民阵安排无理想，第2路园灯开拢是采用实名制，是为着防疫追踪。民阵批评警方是透过疫情来压迫。 將可以令到佢滿意啦，實名制去參與遊行，用恐懼去治港，將會係進一步打擊香港人嘅表達嘅自由。當日我哋部署係會有足夠嘅警力，所以警方呼籲市民唔好參與未經批准或者遭到我哋禁止嘅集會或者。 香港警方過去2天甲涉嫌鼓吹遊行的人士抓起來。中國駐香港中聯辦29聲明講，有人發起11非法遊行等等的相關計劃。經過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絕對袂允准擾亂香港的人烏白來。民陣呼籲市民迄天穿烏紗來表態，表達對12個去互靠愛香港人的關心。民陣強調講，無法度估計政府的壓迫到什麼時陣，毋過會繼續來申請遊行，一直到成功為止。 這是香港北區的一間國校啊，準備要開始恢復佇咧教室上課。學生必須先經過消毒、磅體溫，為着避免群聚，早會會改做收看直播。有學生表示，下當來學校上課是感覺真歡喜。一個小學生表示，因為老師提醒大家愛掛喙罨來學校，伊是早死的喙罨來。另外，嘛有學生表示，無介意佇咧線頂上課的感覺，規工攏佇認真無真無爽快，下當甲同學見面是真歡喜。 全香港中小學甲幼稚園全面恢復來學校上課，總共上半天，這嘛是第23香港學校第1階段復課了後，29開始中小學甲幼稚園嘛恢復到學校上課。記者綜合報道。嘛是香港的消息，大的問題是香港的大問題，真濟人在等待政府的國民國家主體。即馬喺香港出現頭一個組合式的社會主體，最近嘛已經開始有人搬入去住。隨便就嚟參觀啦。
70岁老先生一家伙仔3口罩拄啊搬入9龙的南昌街过渡厝项目，整座平均贴插块仔型的组合厝，当厢室内面积293平方尺，大约8.23平。有独立浴间啊，虽然无大，已经感觉像得奖，因为因过去住伫只有1/3大小，定被叫做粉鸟人观察房的分租房，空间压迫到一家伙仔讲到食饭拢无法度。空氣環境好咗，地方闊落咗，我哋舒展筋骨都多咗地方。香港土地貴，房價更加懸，基層民眾新租平價政府公厝，平均等待時間5年半，期間只會當住伫客個下分租綁間房，單位售價都像大樓同款的貴。老先生即擺搬入南昌22空組合厝，就是為這個族群設計的過渡性中轉主體，對象是等待公厝至少已經3年，而且當住伫無適當的大房的住戶，使用期限是2年。也毋過人濟厝少，共款是一家伙仔3個人，單小姐、翁婿甲囡仔，住伫2坪外的分租房已經伫要5年，毋知影愛閣等到啥物時陣才有公厝。新冠病毒疫情之下，佇厝的時間變長，囡仔甚至袂當閣去公園，也是同學朋友的厝耍，生活閣較歹過。社福單位講，政府應該閣較積極做閣較濟。太細啦，就冇乜互動空間咯。啊，就係一係床度，一係就喺度。But now the problem is the government they are acting like a middleman rather than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it. So they rely on the NGO, on the private developer to do that. I think it's totally not enough. 這類過渡社會幫屋計劃是由社福組織統籌策劃，政府支持，向公家也是私人開發商細土地、籌款委託建商引入英文機構等等。為了加速流程，港府2017年決定引進貼插塊式，會當中和組裝佮利用的建築技術，南昌220速先上路。滿足人上加大的面積至少2坪的要求，稅金無超過住戶所領的稅厝津貼，也是收入的1/4。社福團體毋望港府甲開發商趕緊釋出短期會當用的土地，幫助更加濟基層民眾。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即馬當地梵蒂岡訪問，也毋過伊無法度甲教宗見面。教廷的官方理由，伊是表示講無想要去影響到美國的總統大選。也毋過有人認為講背後真正的原因是教廷無想要互中國認為教廷徛佇美國迄一邊。來看捷克參議院的議長維德奇進前帶團來咱台灣訪問，引起中國北京的不滿。捷克政府高層今仔日是表示講，參議院長來咱台灣訪問，並無改變捷克對中國的政策，要甲咱台灣強化雙邊的關係，嘛袂去影響到捷克甲中國的關係。來看芬蘭的通信設備製造商 Nokia， 伫今日宣布講，因已經摕到英國電信集團的合約，會取代中國的華為，成做英國國內5G 網絡設備上大的供應商。鏡頭等下國內來關心台南鐵路陳屍案，敢若剩2戶繼續在抗爭。昨昏因是去交通部陳情，西園的迄一戶水泵厝唔免轉鐵，也毋過樓梯迄角愛互陳屍，安尼出入就會出問題，所以因希望保留。啊，毋過鐵道局是講無法度，因為安尼會去影響到整體工程。他說如果去開刀會啊，這樣都沒有了，他怎麼辦？南鐵當期陳屍案無同意，和黃春香19去交通部陳情，激動甲哭出來。黃春香徛家佔地114平方公尺，雖然伊同意後半邊佔地65平方公尺面積拆掉，和地化下工程應進行，啊，不過伊希望當中的樓梯範圍愛原地保留，啊，若無厝的前半邊要安怎入樓咧？帶袂落去啊，阮兜帶袂落去啊，都袂當帶，就是無樓梯，人個爬去，啊，頂懸的人要安怎？啊，整個家切干的哩落落啊！他在談樓梯範圍的時候，他只談連續壁，但是沒有談到樓梯。其實，在這個徵收線以內，它絕大部分是在現在規劃的一個水溝的範圍。那這個水溝有沒有辦法在保存樓梯的情況下於地下室做？我們覺得工程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他今天也沒有否決這件事情。相關團體主張，在樓梯的徵收範圍按算大部分的面積要做水溝啊，所以應該應保留落來。鐵道局是回應無法度保留，因為會影響到連續病，也就是動土工程施作。
在路权范围内做连续壁的时候，会影响到就是跟这个黄女士的这个楼梯是会有冲突的，所以这个楼梯是一定要拆。黄家只是暂缓拆掉，怪手什么时阵动工，铁路局官员无愿意正面回答。黄春香表示，厝的1楼是家己住，3、4楼是税户族系厝卡，不过破病厝卡也无愿意看到安心的所在被怪手开一摆，迟迟唔敢出门去病院开刀。伊若是硬要去听，你会安怎？该拼命啦，也无冤呐。黄春香讲，卡数怪手，若要拆因的厝，就会拼老命，继续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结条，佮聊到一个33岁中国的查甫人，涉嫌对中国进口翠暗，说当 Made in Taiwan 竟是台湾货，伫网络顶头卖，检调伫现场超出40万的翠暗，即马已经送法办。翠暗店管写台湾制造品质保证，所拢是乌心的翠暗。顶日一个33岁中国籍姓刘的男性，涉嫌为中国进口翠暗，冒充做医疗级的翠暗，顶管还佫印 Made in Taiwan 伪造的更印，伫虾皮咧卖。检调接到检举了后，自备去桃园平镇搜查，伫仓库查扣100外箱，超过40万块有当假更印的翠暗。遐若当地的居民知影了后，嘛是拢惊一条。会不会吓一跳？我说，这个很可怕。起先是卖袜子的，到最后这个卖，最先第一个出事他是卖袜子的啦，这个卖什么我都不知道。当地居民表示，真少甲姓刘的男性互动，不过清早看到配送的车咧出入，也若检调查出姓刘的男性，今年8、9月开始，甲中国的朋友共谋为上海进口翠暗，而且伫咧桃园平镇租仓库。甲翠暗加工，当 MIT 的更印，也拿翠暗的鸭肉外包装顶悬，印原产地台湾，甲国家标准 CNS 的2号，改做台湾合格翠暗，骗消费者来买。合计扣得了142箱的口罩，数目呢高达47万多片。全案以被告涉嫌药事法及刑法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目前全台湾徛名一个药房卫生所。已经有提供有印 Made in Taiwan，加上 MD 香港印版本的翠暗，来强化医疗级翠暗的辨识度，避免民众买到乌心的假翠暗。因若即个检调，佮查到有当假更印仿的翠暗，会持续追查嫌犯违法赚到的钱，还佮有假翠暗的流向。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树林有一间公家的幼儿园，伫今年5月份发生苦毒囡仔案件。经过调查，新北的地检署已经起诉3个人员。新北市的社会局即马针对中心的主任涉嫌甲监视器的画面抬掉这个行为，即马加一条罪送法办。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托育人员直接甲2只手定伫囡仔颔棍啊，甲吊起来3秒钟，囡仔是听甲哀哀叫。卡袂着，就甲扭来扭去地颔棍啊！这是发生伫5月份新北市树林区一间公托虐待囡仔的案件。案件发生了后，新北市社会局随甲涉案的3个托育人员解聘，而且下令停业。这3个托育人员原本去予新北市裁罚6万至12万，还佫有3年至5年内袂当佫做托育相关的工课。不过地检署侦办的时阵发现讲，这3个托育人员捌以管教囡仔做理由，摕活的乌龟放伫囡仔分尸顶爬来爬去，甲威胁，自备以强制罪起诉3个托育人员。社会局嘛替小原本的行政处分，以绩效宽罚加重裁罚。非常可恶的行径，令人无法忍受。我们一定采取最高的重罚24万以外，更要求20年以内不得再从事托育的工作。新北市长侯友宜自备表示，会严格追究这件代志，会甲这3个托育人员采用上悬的裁罚24万，而且要求因20年内袂当做托育的工课。另外，原本公托的郑主任，还佫甲3间监视器的画面抬掉，涉嫌想要暗砍证据。社会局嘛针对这点，甲提起刑事告发。前主任删除监视器画面我们也依刑法第165条湮灭证据罪主动提起刑事告发。针对这个公托虐待囡仔的案件，社会局伫10月初5会举办家长说明会，向家长说明裁罚的情形，而且提供相关监视器的画面，让大家了解代志发生的过程。后手会研议公托监视器画面备份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2020美国总统大选头一场的辩论会，伫台湾时间9点已经开始。第两个人上台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并无握手，现场嘛敢若70个观众。这场辩论是由福斯电视台主持人华勒斯来主持。拜登一开始就以新型冠状病毒夺走20万美国人的性命，甲美中关系来积极Trump。这场2020美国总统大选头一场的辩论，现任的总统 Trump 甲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对辩论一开始，双方就开始咧对射。针对奥巴马时期建立的健保制度，拜登是认为讲，这是要来照顾基层的人民，希望得到保障。不过 Trump 回应讲，伫伊的任内有做修改。另外，针对美国大法官任命提名，还有美中关系这部分，主持人嘛拢希望两个候选人伫咧辩论的时会当讲较清楚。在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台中的大溪步道，有互民众检举讲，有一片8公顷的山坡地，即马是光溜溜。经过调查，这是向政府做国有林地的业者，甲规片树啊撤掉。那管理处即马表示讲，这款行为已经违法。指头前一大片光影影山坎地，生态学者真心疼。这片国有地原本有真密的树啊，将近8公顷拢被撤了，亲像鬼剃头共款。那个边坡，它可以砍的哈，尽量可以砍的就砍了。原本的山沟也被断平。台湾生态协会前理事长尹国珍指出，台中大溪511步道的豆枯山是绿石层，原本造林拢伫零线，即摆煞伫山沟两边的山坎将树啊撤了，对生态甲水土保持是一大温休。砍这些东西，它如果是为了造林的话，那为什么不让原来的次生林让它继续好好的生长就好了？风险保护协会台中分会指出，伫这所在全面撤树啊，搁造林，树啊未大，动物休困的所在造成被破坏了。尤其这所在挖大溪自然步道，也是通报就好出现的热区。石虎会他们平常在活动的区域啦，从步道旁就是直接切下来，整个都不见了。林务局当时林管处表示，即摆引发争议的所在林农是申请全面撤掉搁造林，事先有提出经营计划书，搁加上开发面积无到2公顷，目前查无各界违规行为。不过因为公民团体有疑虑，先要求停工。那伐采的部分的面积都是没有超过2公顷，希望它能够伐采完之后就马上进行所谓的造林。有这个就是比较敏感地区的，其实我们并没有核准。当时林管处表示，作为林农符合法规无开发的问题，不过公民团体积极，作为人规避法规，8公顷的山地切割成2公顷以下面积，申请撤树啊造林。规剃头式开发是事实，希望林务单位应检讨政策，重视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工厂辅导法今年3月份实施，新的农地袂使去违建，政府爱甲断水断电，甚至爱甲拆掉。不过根据民间团体统计，已经互检举的案件上侪前3名是中华县、台中市甲桃园市，不过敢若一间伫台中的工厂家己拆掉尔，认为政府的法律无互人看在眼内。为抗疫的原因来看，一座工厂都位伫青冷冷的农地中。工务法今年3月上路，新增的农地违章工厂拢应该断水断电，虽无虽拆。也毋过到呾成效安怎？款团认为，各县市政府半年来处理态度消极，重点违建工厂继续增加。对于既有的违章工厂，采取一个希望他们来主动向政府申请纳管。如果说他们对于新增建的处理没有加速的话，其实既有的厂商完全不会想要理政府的这个纳管的措施。根据地球公民基金会统计，法文向各县市政府检举的件数，以中华县41件上侪，第2个台中市也有32件，第3名是桃园市的23件。不过只有台中市协调一间自行拆除，其他拢无执行断水断电还是拆除。公民团体认为，除了各县市查处能力、拆除经费拢不足，县市首长的态度不明，也是处理慢的原因。其中案件数上侪中华，甚至伫经济部已经查处的复杂资料中，电子栏拢是空的。被点名的台中市是提出资料，表示要断绝违建的根源。施工中的部分，我们在做一个查处跟那个拆除，但是断水断电的部分，
表示说这个违章的工厂已经新建完成了，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一个主证跟联合稽查。台中市都发局统计，自今年的5月20开始到9月15。总计查处25件施工中，违建12件，将地开挖下令停工的有13件。台中市都发局强调，兴建中也是农地违建自行拆除了后，搁重建，经过通报的，列为专案优先拆除对象，目前拢已经排定执行。另外，断水断电是继承违建，需要会同相关单位再度查处，才会当判定。也有彰化县政府针对款团的质疑，到截稿时间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鸿鸿旅游委托建设公司要伫小琉球的白沙港附近起观光饭店，严格当地居民烦恼会去影响客家的安全，所以当地民意代表有召开公听会，请业者来甲当地居民沟通。小琉球白沙港附近居民伫活动中心开公听会，为的是鸿鸿旅游投资要起的10层楼的饭店，不过会期还未开始，居民就去冤家。根据统计，去年到小琉球的人就有295万5千多人次，扣掉岛上居民游客数依然超过8万人次。岛上环境恐惊真歹负担，再加上饭店附近是山地，烦恼饭店地基一挖12公尺，加上时间过长，可能造成厝气或者是漏水这问题。也烦恼饭店作为岛上唯一一栋10层楼的建筑，万一发生火灾真歹救，希望业者降低关度甲地基深度。嘛无啥物好处啊，因为你来遮伊嘛是钱趁赚，伊就走，伊也无对你有啥物建设啊。业者解说饭店地质评估甲相关时间定时，收集居民意见了后，会汇报主管研究相关的方案。也会跟建设公司好好研究，包括窗口啦，或者说楼层啊这些宝贵意见也是我今天来的任务我会把各位的意见，包括安全部分都会汇集给我们董事长那会尽快给大家回复。嘛是爱小琉球的人，无可能去来迫害啦，而且各位乡亲安心这点，这时间的过程内底，我一定用阮公司上大的力量，上大的人员上好的人员来派驻咱们现场，来好好做这个工作啦。当地民代表示，希望业者针对居民所烦恼安全问题，甲居民签合约，互居民了后，若是有求偿需要，应有所依据。业者承诺会甲公司讨论了后，回复予居民。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有4天的中秋连续假期，中秋团圆会拜拜，会烘肉，会食月饼，亲戚朋友做伙食好料的嘛爱有站节。根据疾管署的监测，最近这1个月已经接到58件规定小胃感染走北的通报，这是这3年来上严重的记录。疾管署嘛提醒乡亲，连续假期的食食一定要特别注意。伫中秋节连假、国庆连假，未少亲戚好朋友会相约烘肉食饭，不过爱细致为重险。疾管署监测发现，国内最近闹社疫情升悬，敢若是顶礼拜都超过113000多人去看医生。大部分都是诺罗病毒嘛，那诺罗病毒很多，一个是跟食物污染，或是说有接触到食物的这些人，会有一些。会有传播性。疾管署表示，往年中秋节迄礼拜甲后一礼拜会出现闹社看医生人次升悬，最近4礼拜接到58件闹社群组通报，比去年甲自年同期较悬，创3年新高纪录。其中14件阳性，有症状393人，以餐饮旅宿业10件，后航群组8件较济，检测病源以诺罗病毒为主。比较高风险的像说是蛋类的话，如果没有煮熟的话，可能里面会带有沙门氏菌的感染。像海鲜贝类这一些的，有可能就是之前发生过的就是诺罗病毒，那或者是肠炎弧菌跟霍乱弧菌这一些的感染。疾管署提醒，胃肠炎主要症状有水瀉甲吐，也可能有发烧、胃痛、想要吐。症状会继续1天到10天，抵抗力较弱的人，症状较严重，呼吁民众烘肉或者是斗阵食饭时阵，确保食材新鲜，青甲熟的爱分开处理，唔通食无煮熟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咱台湾人食鸡肉比食猪肉也搁较济，因为对于外国进口的鸡肉计数较俗。即摆有饲鸡业者就表示讲，即阵大家拢在关心美国猪肉标示的问题。啊，毋过咱即摆进口的鸡肉摕来做加工，嘛无一定有标示，呼吁政府赶快爱注重即个问题。将鸡肉切布放伫烘盘行，农委会伫中秋节进前推广国产鸡，邀请总铺来示范安怎烘鸡肉才好食。咱国民众鸡肉哪食哪济，107年家禽供给量来到38.6公斤，超过猪肉37.3公斤。鸡农指出，以特定部位来看，进口鸡肉市占率60%，其中85%加工也是做熟食。因争取进口鸡肉加工应该强制标示，今年我过去啊有环保消息。在美猪美牛进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这样子，我们不能的话，我们有一点失望了。低价的优势来倾销进来国内的话，我们当然是节节败退了。冷冻进口鸡肉有产地标示，不过加工了后无一定会标出。家长团体也希望标出屠宰日期，让消费者会当将鸭肉片已经冰化久啊。它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经过退冰，就重新再，也许是叫做品相的分类，或者是重量的分类，然后再重新冰，那个肉质就是不如台湾。不过农委会表示，进口鸡肉不一定来自同一个屠宰场，要标示屠宰日期有困难。目前进口鸡肉会当有2年的保存期限，不过国产 CAS 鸡肉有效期却只有半年，打算要放宽甲进口同款，才会当公平竞争。过去的话，我们的 CAS 的有效期，我们常常都会把它限定在屠宰以后半年，这个半年的这个期限。那事实上这个是很不公平。基隆呼吁政府量早推动强制标示，进口鸡肉以价格进口，那加工也是做成熟食便当了后无标示，那可能造成价小悬的国产鸡比袂过进口，恐惊也让消费者有被骗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南投的德山出产竹仔。当地秀林国小学生囡仔伫今年的教师节专工替老师举办一场竹乐器的音乐会，感谢普通时啊老师的辛苦甲对因的照顾。囡仔遮尔有心，老师嘛有影感动。上路轻快，节奏活泼，音乐声听入耳，压力小偷袂少，人做一个轻松起来。南投县德山镇秀林国小的学生囡仔用竹仔做的种种乐器来演奏，感谢老师伫平常时啊对因的照顾甲听堂。老师就没有很凶，都很好。然后就是老师很辛苦，要祝他教师节快乐。平时我从读国小的时候，老师就特别关心我们，注意我们的学习状况，然后课业的问题。有时候老师骂我，我觉得老师好坏，但是我又想起来，老师是为我们好，老师骂我也是好的。然后希望老师可以平平安安。南投德山竹仔上出名，不过因为时代的演变、环境的变迁，制作产品的原料竹仔渐渐互塑胶这个材质代替，竹仔工艺也愈来愈衰弱。秀林国小为了传承文化，配合地方的政策，推动课程，甲学生用竹仔做乐器，甲亲手做的乐器摕来演奏。今年的教师节，这学生就专工办音乐会，用家己做的竹乐器来演奏歌曲，感谢老师的辛苦。每一次听他们音乐都是一种享受啊！那刚好又在这种教师节的情况下听到，当然更有感触。学生利用平常所学，以实际行动表达心意，诚意感谢老师的付出，也大大加深和老师的感情。在教师节迄天，学校的老师收到学生这么用心准备的礼物，有影拢真感动。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有环保团体自去年开始就举办台语系列的演讲，最近佫邀请石虎妈妈陈美丁，甲大家小解伊的保育理念，用台语来讨论石虎，咱嘛做伙来听看卖。有石虎妈妈称呼的陈美丁，头摆用台语和大家讨论石虎保育的问题。我即摆嘛改题文吼，第一张相片吼，翕到田的狗仔，刚才田的狗仔6番。
长期关注台湾环境问题的万野新竹生态协会，自去年开始举办台语讲座，伫找老师的过程，发觉少年辈除了生活台语，对真侪专有领域的台语使用比较较生分。这个讲堂的老师，台语讲堂的老师一定是年岁吼，可能较中年以上。因为我有发觉咱的少年辈应该是真困难。你来讲日常生活，你要叫伊讲台语，一定真困难了。何况你要叫伊伫讲堂咧讲课。因为较少人办台语的专业课程，来参加的民众嘛有袂少趣味的反应。这种台语的专业课较少啊，所以讲较会吸引无特定的群众来听。较趣味的，就是有拄到一个学理生讲，啊，恁是安无爱探井，就是讲家掠来探生探井，啊，这是一个足复杂的生态的问题。其实只要愿意开始思考环境改变，就有希望。尤其文化和语言，嘛拢算是环境的一部分。但是，阮对环境的想法是足快的，就是讲，毋是干那自然的环境，其实对文化的环境，阮嘛人感觉迄是环境的一部分。譬如讲，阮头一个是讲本土语言就有拄到的问题，阮毋是干那希望讲新闻的当做多样性，啊，阮嘛希望讲语言嘛会当有多样性。环境议题包山包海，协会希望透过讲座举办，互民众重视伫生活中当日发生的事件，有讨论、有关心，才有可能有改变的力量。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即阵疫情限制全世界的旅游，这嘛互分开伫两地住伫无共国家的爱人仔变相死。若是无结婚、无翁仔某的证明文件，要申请入境真困难。所以欧盟即嘛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讲只要提出爱的证据，希望欧洲国家会当放任规定，因为爱情毋是旅游，无应该放禁止。Et au Mont-Saint-Michel, eh bien Jeff, on est en couple depuis, on s'est rencontrés à Angers, on s'est au mois de décembre et on n'a pas eu l'occasion de se voir. 目前包含美国在内真侪国家对非必要去欧洲旅游依然有限制。法国一个奥代就伫这种情形下，甲美国一个查甫朋友结婚，远距离谈恋爱。Send an email in, and all we get back is a standard email that says, "Okay, we got your email," and then you're just waiting for the phone to ring. 欧盟伫顶个月初8，埃及切会员国针对欧洲公民甲因的未婚伴侣面对相关旅游限制，结果法国宣布放任，只要伫国外另外一边影响所在地领事馆提出证明文件，比如共同活动身份、飞程车票等，法国伴侣等为伊申请入境。伫疫情期间，部分国家允准相隔两地合法翁某伴侣无受旅游禁令，随时用登去对方身边。啊，毋过对交往中的情侣，因为无相关的文件证明因的关系。近年一直等待好消息，欧盟甲新政府有部分边境随疫情变化关起来开放。网络上最近就有爱情毋是旅游业的社群媒体，呼吁各国政府解禁，互分隔两地未婚伴侣团圆。Agir avec empathie, compassion et respect pour ces couples séparés. 爱情毋是旅游业伫网络上公开表示，政府愿意遵守规定，伫到回甲隔离期间自费体检，搁出示检测是阴性证明，应甲心爱另外一半见面。根据法新社报道，疫情爆发以来，有超过2000对未婚伴侣被分隔两地。记者综合报道。繁华夜都市灯光闪闪烁，英国伦敦夜店的生活真丰富。不过疫情爆发了后，就无开门做生意啊。当时会当搁开门嘛，无人知。有人烦恼，敢会这个产业就安尼就要消失去，规个倒大。这是 DJ 纳比哈6个月以来第一摆出外表演，因为英国政府收按社交距离措施，下一摆用安尼做，阁毋知要等偌久。英国首相强生9月2日宣布推出新措施，为即时开始，英格兰地区酒吧、餐厅甲其他娱乐场所，今年营业到暗时10点。纳比哈想起3月封城期间，为一场接一场的表演，正早全部拢无啊。I haven't been able to go into the studios because they were all shut down, but I've been broadcasting from home. So either doing live broadcast or pre-recording the shows and then sending them through. And that's been nice actually because it just makes you feel like you're still in touch with, you know, the musical energy. 封城以来，纳比哈接受英国政府的津贴补助，不过这补助10月底就会结束。真侪艺术工作者感觉真烦恼，唔知什么时阵产业才会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水准。
目前英国一元无温准有本地夜店开放，只间伫伦敦由老印刷厂改造的夜店，一暗营养了5000人，业者家己出钱维持基本开销，不过因也真清楚，若果无赶紧开放营业，因已经就要破产。I think we're in a real critical time after 6 months of total closure. I think actually we're fighting for our survival. We have remodelled and remodelled and remodelled when we might be able to open.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 is an end date or an opening date, and the time is passing where our survivability of this is getting to a critical point. 新冠病毒感染率一直升悬，英国130万夜生活人员的就业困境依然是一个难题。法新社报道指出，卡祖政府无大力介入，菜原料可能真紧就要到啊。到时阵，英国夜生活产业也将被迫面对现实，迄就是永远关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奇怪，那你叫你胖啊？是有人在煮食的哦。咱进来灶卡看卖，是煞介绍今仔日的主题灶卡。灶卡汉字写做灶卡，罗马字写做子后灶。科阿卡灶第3条，卡第1条。欢迎大家来到阮兜的灶卡。虽然我袂晓煮食，不过人讲无食过猪肉，嘛看过猪行路。看阿母吼煮遐尼济档啊，我婆婆啊嘛知影爱安怎煮，才煮会出好滋味哦。亲像这尾鱼啊。咱来先放伫点顶悬，摕菜刀甲鱼人烤烤哩，再个用平鼎煎。可惜吼，即马厝内无大人，所以我袂当开火。啊无，等下火烧厝，代志就大条啊。今朝我普通时爱的点心就是肉包，肉包若要好食，就要用人参吹过，才会香。人讲食鱼食肉也着菜甲，今朝我上爱食的菜就是菱仁，也就是红菜头。若无时间煮，我拢用当鼎下滚水，3一时啊就好啊。再来要甲大家点一项法宝，就是电锅。不管你是要煮饭、炊卵、控汤、有鱼、煮食加真利便。传统的灶卡有真侪厉害的技师，亲像养汤的时，咱会用后香；好料的时，咱就会用饭粒；
啊，好兄甲饭粒定定会做伙用，好兄中无空，饭粒中全空。生做无啥相像，讲人嘛无共。俗语讲，一个讲好兄，一个讲饭粒，意思就是两个人，一个讲东，一个讲西，讲的拢无关系。溜、灶骹、点、平鼎、人床、东鼎、电锅、好兄、饭粒，一个讲好兄，一个讲饭粒。哦，讲到我巴肚拢枵啊！等下来去灶骹，看有啥物通食。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